好啦，嚟到第172屆春季天皇賞，即將都要為大家上演啦。唔係我啲，今年係第173屆喎，真係唔明啊！咁啊，一共會有15匹馬出戰呢一場嘅賽事噶，亦都加連埋最後一集係林心柱，我林心柱，亦都加連埋第173屆日本春季天皇賞3200米嘅長途獎盃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呢組出得好齊下個閘商啊，前面快啲啊嘛，邊隻去搶呢？外邊有呢隻秘魯啦，中間仲紅中星威嘅不十字星亦都係唔慢嘅。喺埋邊位置咪見到有旭日火陽，中間仲有春明水清啊。喺佢外邊位置咪見到有真身啦，大我當就係嗰啲站泳嘅走咗上去噶。喺後啲先見到阿真命新帝啊，留後少少跑啦。咪見到喺入邊位置咪見到有呢隻金律橋田啦，再喺佢外邊位置咁就睇下先啦，仲有呢一隻地球鐘啦。哇！喺入邊位置咧，咪先見到仲有5號嘅啟愛神將嚟噶。後面幾隻馬啦，就分別有好咧呢隻嘅睇唔到啊，睇翻前面先啊，咪見到秘魯啊曬大頭啦。而家見到守住第2位就係即係站榮啊，第3位紅中星威守住第4位嘅話咧就係嗰隻嘅真身啊。第5位埋邊位置有旭日火陽啦，喺佢外邊不十字星大熱門啊，仲有中間位置啦。我先見到春明水清啦，埋欄位置就有金律橋田啊，外邊位置咪見到有呢隻拯救者啦，中間仲有呢一隻10號嘅紅中星威啊，咁再見到啦，喺埋欄位置有啟愛神將啦，外邊位中間真命新帝啊，外面位置就係地球鐘啦，再向尾3位置就係呢個寶貝日子啊。尾2位置啦，就係嗰隻嘅高野進士，暫時殿後嘅馬匹就係嗰啲林心柱嚟噶。好啦，過晒第一次終點嘅時候咯，前面哇佢走去帶頭啊！啲秘魯係咪走去帶頭呢？守住第2位嘅馬呢，就係嗰啲站榮啊，第3位嘅馬呢，就見到真身埋邊，第4位呢，就係呢度紅中星威啊。響佢外邊位置啊嘛，先至見到仲有呢隻旭日火陽啦，不十字星呢，就喺後啲些少第7位度啦。響佢埋邊第6位呢，就係呢一隻紅中星威啊。咁佢入邊位置咪見到金律橋田啦，外邊位置就有呢隻春明水清啊，中間仲有呢隻拯救者啦，響佢埋邊位置仲有呢隻啟愛神將啦，中間位置啦咪見到仲有呢一隻嘅真命新帝啦，尾4位置就係嗰啲地球鐘啊，尾3位置咧就係呢一隻嘅高野進士啊，尾2位置咧就係嗰啲寶貝日子，暫時殿後馬匹仲係林心柱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800米嘅時候咯，前面見到帶頭嘅馬咧都仲係呢一隻嘅叫秘魯啊。第2位上到嚟喎，旭日火陽啦，外邊位置咪見到隻站永啦，埋欄位置仲有呢隻紅中星威啊，外邊不十字星啦，係咪真係要現身噶啦？再喺中間嘅位置咪見到有真身啦，埋欄位置仲有金律橋田啦，響佢外邊位置見到春明水清，中間位置仲有呢一隻嘅拯救者啊，埋欄位置真命新帝到底嗰邊夠唔夠位呢？中間仲有呢一隻地球鐘尾5啊，尾4位置咧都褪落去咯，見到有呢隻啟愛神將啦，後面3隻分別有啲寶貝日子啦，咁啊見到紅中星威尾二暫時殿後仲係林心柱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彎差唔多係直路咯，前面呢嗰隻秘魯好似乏力咁啦，中間旭日火陽開始上嚟趕佢，中間上緊嚟嘅馬有不十字星，拎啦埋邊位置仲有從中星威啦，外邊上緊嚟嘅馬呢，我見到有啲春明水清鬥到嚟最後200厘米啦，不十字星嘅中間出咗嚟先嘅，中間有春明水清啦，大我檔上緊嚟嘅咪考地球鐘啦，馬林中間拯救者，最後100米不十字星仲有多士優勢，中間地球鐘大我檔上嚟林心柱接近終點，不十字星再千個面林心柱上嚟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，第3名地球鐘，第4名呢就係嗰啲春明水清啊。哇！結果呢場賽事呢，不十字星睇怕都到啦啩，但係大我檔林心柱話整隻巨型冷門144倍上到嚟，好接近兩隻馬。咁啊，第3名呢就係地球鐘，第4名就係嗰啲春明水清啊。